到底我做咗啲乜嘢，由呢個浮腫嘅包包面變成一個又緊緻又有清晰下頜線嘅狀態呢？如果你都同我一樣上咗一啲非入侵性嘅醫美，咁你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今次揀咗韓國麗芬最江南總店去變靚，環境簡潔乾淨，全程亦都有免費嘅中文翻譯，仲有室長可以詳細諮詢，完全可以放大心。清潔完皮膚，敷埋麻藥就準備開始啦。今次我要做嘅 treatment 呢，就係面部加身體嘅歐麗素各自300法，通過 HIFU 嘅技術刺激膠原蛋白再生，增強肌膚嘅彈性同埋提拉嘅效果。而針對身體方面，亦都係使用高熱能去破壞脂肪層嘅細胞，同時刺激膠原，令到皮膚更加緊實，做到塑形同減脂嘅效果。唔使我講咁多，睇到前後對比就知佢哋效果有幾咁明顯啦。如果術後護理你唔知要搽啲咩，韓國麗芬最亦有一系列嘅軟線產品直接幫你解決好。哇，呢條下頜線真係清晰過我人生規劃嘅。佢哋每個月都會有唔同嘅優惠，有興趣嘅大家就可以直接聯繫佢哋嘅官方 WhatsApp 去查詢最 update 嘅優惠同埋預約啦。記得 save 低呢條片同埋 share 俾你個 friend 一齊變靚啦！